成日食大餐、外賣、茶餐廳，成日驚啲澱粉同埋油堆喺腸裏面。今次同大家介紹呢一款萬寧有售嘅卡路咳懶人鹽卡啫喱，係香港名牌 Collegium 科麗健旗下熱賣嘅瘦身產品。喺餐前配合卡路咳啫喱，吸油海綿技術，超強吸附力，可以吸走喺腸道中入邊嘅澱粉、油脂、糖分打包，然後排出體外，又唔會影響到食物中嘅營養吸收，可以做到減少吸入熱量，就可以養成到20嘅體質。卡路咳含有專利抗電脂油成分，當中美國專利嘅白腎豆萃取係天然嘅澱粉阻斷劑，餐前食一條可以阻隔66% 澱粉吸收，同時促進甜食類產品代謝，減少脂肪堆積。相同食量不同吸收。以進食一碗白飯為例，正常白飯嘅熱量會被完全吸收，食咗卡路咳只有約1/3碗白飯嘅熱量會被身體攝取。減重時配合卡路咳，可以無需刻意忍口或者挨餓都可以輕鬆瘦。點解要揀卡路咳？因為之前有3方檢測機構報道，卡路咳可以抑壓升糖達70%，更獲評級為最安全嘅等級，係萬寧安全同功效最好嘅推薦。如果成日有睇 YouTube， 都可能會見過其他 YouTuber 推薦過佢哋，可以話係全港最多 YouTuber 推薦嘅減肥產品，信心保證比起市面粉狀嘅阻隔熱量產品，效果同埋味道都更好，特別適合喜歡澱粉類主食、甜食愛好者同埋減重人士，日常食一條放題、打邊爐或者大餐之前都可以多食一條，減低大餐嘅罪惡感。卡路咳係美味，唔需要用水送服，直接當零食咁食，輕鬆又方便。另外介紹埋佢哋嘅姊妹產品 Slimpol 極瘦菌，睡前一包，將200億嘅瘦菌定植腸道，只要增加腸道嘅瘦菌，就可以提升基礎代謝，阻止脂肪合成。單單淨係食佢，1個月瞓住都可以瘦2 kg。如果你想阻隔熱量，同時提升代謝，卡路咳 Jelly 同埋 Slimpol 極瘦菌都係萬寧做緊優惠價，記得去影片簡介度攞埋個優惠券，兩隻一齊食，瘦身效果更快㗎。成日食美食又懶做運動，真係可以試下呢一款鹽卡啫喱，所以我即使去旅行，我都會帶住。